嗨，朋友们，下午好。今天大家看一期原指的练功小日常。练功前先喝一杯温开水，干了。嗨，朋友们，光练基本功呢就已经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现在已经脖子里全都是汗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练习太极拳了，一定要好好热身，好好练习基本功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